听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针对中国势力入侵，真正是无所不在哦。安怎讲呢？伫台湾基站哦，有有心人士哦，甚至透过这个强庙组织渗透你这个人际网络，要创啥？目的又是有其他这个目的吼。嘛真济透过这个交流这个名义咧，嘿，实际上是咧替中国党政军做政治宣传。你看伊伫咧新会期伫9月就要开机咯，民进党政府勒杀的这个中国代理人相关的手法，伫时代力量甲台湾基进，则家己拢有党内这个版本。不过嘛有这个声音出现咯，是安怎讲呢？有人讲这是限制着言论的这个自由哦。今日咱台湾新闻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邀请了4位来宾做回对位，第一位是咱台湾基进这个新闻部的这主任林佑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进的林佑明。第二位邀请到民进党立委周春美。恭喜台语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春美。第三位咱邀请到时代力量立法院的这个党团主任陈慧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我是陈慧敏。第四位咱邀请到前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吴文琪。阿明好，大家好。是咱大家拢真关心着这个这回中共代理人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哦。其实伫咧修法的这个进程啦吼，其实基进者一直拢是咧推测这个方案吼。咱甲大家先说明一下，这个中国代理人这个修法也是好，还是要推测这个好，目的是啥物咧？这个法案啊，上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讲，若准讲外国的势力想要影响到咱台湾政治的议程。拢总爱公开透明，上主要目的就是公开透明。安怎讲呢？其实伫这个法案上开始是美国为2017年的时阵开始提出的，因叫这个 FARA， 咱中文翻译叫做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伊就是希望讲，好，你若是伫美国啊，毋过你收你可能是外国的钱，还是讲你收外国的势力的指导，伫美国想要去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安尼的话，你就必须爱去公开透明，讲你后壁是啥物款的组织，后壁是收啥物款的钱，对。所以讲，迄个时阵，这个 FARA 伫美国开始咧杀的时阵，美国有一个国安的部长，伊就讲一句话，就是我感觉这会当代表这个法案的基本的精神。伊讲美国的人民有权利，嘛有权利去知影讲，即马现主是。啥物人在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的议程？我嘛感觉讲好，台湾即马面对着中国的渗透，也是啥物？咱台湾人嘛希望讲，互台湾人民有迄个权利去知影，啥物人在影响着台湾？是啥物人咧影响着台湾？这是一个真关键的问题啦吼。目前咧，咱知影有3个版本啦吼，有民进党这个党团提出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修法的这部分啦，时代力量这个党团嘛提出着。反对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这个转发的这部分，两个版本已经交付这个委员会啊，台湾基进的这个部分，因已经有收一寡这个民众这个意见啦吼，交予这个同款是民进党这个委员要做回来杀，就是要对着这个外国势力也好，还是中国这个因素也好，其实咱来做一个好好的讨论其实。大家上关心的就是讲，伫中国的这个台商会受到影响无？所以这个台商的这个声音，可能这个民进党才嘛有听过来。咱来看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做伙来看。总统蔡英文7月宣示，立法院的一个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民进党团提出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规范台湾人民法人团体袂当是中国党部顶机关，或者是牵涉到对台湾政治工作的代理人，将是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违者处3档以下徒刑，引起不少台商烦恼，讲会无势力去触犯着法令，被列做中共代理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讲会淡薄调整进程提案的版本。和法案温和而且有效。执政党这边听到台商的这个声音，然后也给予回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肯定的。我觉得台商它不是等于就是某一个政党的，对于正当做生意的台商都不会受到影响，
也包括已经加入台商协会担任干部的这些台商。面对台商有声音，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俊也讲，若是将中共代理人的定义范围规定了伤宽，是无民真歹落实。修法方向未去全面性要求台商，所以规范的对象未是台商。不过有国民党立委批评这款的修法的管未完。我们有初步的讨论，但是基本上大家一个共识，大概就是不把台商包含在内。那台商没有问题的话，那在大陆念书的孩子怎么办？那如果在大陆教书的老师怎么办？为着要防堵中国势力入侵台湾，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党团，还有基进党和部分立委合作，总共有3个版本。李俊也认为，另外2个版本想要采取公开透明的登记制度，第四部面较无可能。目前呢，以民进党团进前的提案为主来做淡薄调整，强调袂互合法经营的台商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这个排除掉这台商哦，因为因伫遐做生意啊，其实有当时啊，其实嘛接受到这个政治的这个活动啦，这可能无法度完全来避免啊。但是咱想要来问吼，啊，其实这个头拄啊，这个立委陈学圣，伊就讲到，伫遐教册学生要安怎，啊，伫遐这个读册学生要安怎，伫遐教册这个老师要安怎。但是咱先爱了解就是讲吼，这个修法的这过程啊，中国代理人，你若是有去做政治宣传的，你才有这个。才有这个警觉啦，但是你若是去遐单纯读册，无去帮这个中共啦宣传啦吼，其实这都无影响。所以头拄则这个讲的，其实吼有伊这个盲点所在啦。咱就先来请教这个文琪哥，定这个咱的这个调亚咧攻防啦吼，咱咧讲这回有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咱嘛烦恼着讲，这是毋是限制这个言论自由？但是若是讲到限制言论自由，是无妨害着。头先咱讲的，为中国来宣传，为中共来宣传，这个前提之下，才是有这个言论自由这个看法啦。你安怎看咧？即摆咱咧看这个法律的这个修正吼，我感觉讲咱要先定义，就是定义清楚，讲到底咱即摆修这个法，到底是要保护倒一个国家，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吼，我感觉这个物件要先讲互清楚。第一点，我就讲吼，即摆若你看民进党安尼，武官他就足拍拼吼，足认真的吼，但你会感觉足奇怪一件代志。其实你若是注意看即摆所谓的这个中共代理人法其实跟原本的国安法、刑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甚至是咱近年讲的游说法。我甲大家报告，其实咱一定即马现主时，就一定有足侪法律会使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做方式是安怎去人判刑？我意思是讲，你免武着为着家己的选举，因为你着内政啊、经济武袂起来，你即马去武即出，坦白讲，即马若是讲咱无法度处理的话，即个民进党政府就扣架，所以即马伊的即个修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希望讲会使甲两岸会使用较紧张，会使希望讲伊的迄个就是伊的票会使诱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讲，我讲这件代志，互大家会紧张，还是讲会讲怪怪的原因，是因为你去看伊即马这个法律内底一寡规定，不管是讲什么相关的团体啦、机构啦、派遣人啦、代理人，伊即马遮所有的讲的，我甲大家报告，你若是唔知影，或真正你会惊吓，就是讲伫倒，即马就是讲在伊安怎讲。即摆就是讲，伊所有的物件拢在伊讲的。较早为啥咱讲吼，郑南榕先生伊讲伊追求100%的言论自由，但你看民进党即摆咧现主是咧做的，其实是咧限制咱人民表达的自由。咱若是对咱家己的民主自由的制度有信心，你其实免惊，你就讲大家就来。你看到最近教育部甲陆委会因咧讲哦，惊讲阿强的学生来，我甲大家报告，阿强的学生来，甲2趴尔。你真正台湾的民主自由，你若有信心，你免惊，你好的物件，甚至是讲思想的毒素，让他们带回去。即摆你看民进党，就是我讲，所以伊是完全是为着选票。然后第二点，我就讲，你看即摆有啥？我讲民进党政府即摆咧做的一寡代志，对台北市来讲，双子星案600亿，你看民进党政府进前因家己的政府哦，两边的迄个讲法就无共款哦，都是为着要消灭，就是不爱互柯文哲出现合轨，你就知道说，即马这个政府其实伊即马定什么法律，其实拢唔是真正咧为着台湾的未来。因为我台一定讲过，不管是国安法、刑法109条已经有针对国防就是机密罪，甚至132条针对非国防的机密罪都已经有规范了，甚至在游说法上面也都有。所以我即马为个
佫倒来，他咱的这个佑民讲的，我感觉吼，咱做足侪代志吼，绝对袂使做半途。你若要学，咱就爱学伊的精神。即摆你会记得啊？我讲请大家去了解一件代志。党产会迄当阵讲哦，援引东德、西德、曼德拉，迄当安怎讲？到尾迄个学者对东德、西德迄个统一的德国请来专家学者讲，咱即马台湾现主时的即马咧做的即条，到底是伊当初的想法？我甲你讲报告，迄个学者的名我雄雄袂记得。伊讲毋是，这我无讲假新闻哦。你说我讲有一寡代志吼。举以怀而为之，你若要学，你来学真真正正人的精神，唔好学半途，这是一个重点。过来我要讲的讲，头我讲啊，咱对家己的民主自由的信心一定要有。咱只要坚持3次的政党的轮替啊，咱若是对咱家己的体制真正有信心，咱就爱尽量好好啊去做。过来我甲大家报告，今仔要做这个法律之前，我讲一句较粗鲁的啦吼，我讲一句较粗鲁的。会记得咱陈其迈，即卖副院长，长，伊进前哦，咧选高雄市长的时候，伊讲伫台湾有5000个共谍，有5000个哦，这拢伊讲的，毋是我讲的哦。即摆你先掠出来，互我看嘛，啊你规工就咧惊吓，吼台湾人民讲会惊哦，我安那就会安怎拄安怎？你5000个先掠出来互我看，啊无咱即摆看就是讲学者咧讲的啊。你今仔来讲你立这个法，你若讲较粗残的啦，你民进党即摆就全民执政，全民过半。你若是真正要正式成立台湾国，免遮废弃啦，你即摆就有法度做啊。你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两岸莫阁交流啊，反正上好就大家拢免交流，无要紧啊。你4社对阿强啊遐赚的钱800亿美金，你就拢我拢卖啊，我拢卖啊。你毋知做一个有救效的人，但是你看民进党即摆咧做的代志，就是讲嘴讲一套，但做的佫一套。我头讲的遮个代志，拢是事实啊。你去甲报纸填开，网络甲好好搜寻，我有倒一项物件是讲假。这拢是因讲出来的哦，拢是因家己讲的哦。是，啊，是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啦。其实咱要讨论就是讲这个修法到底有这个必要无？伊到底要创啥嘛？是，所以咱先请教，咱头先讲到这个咱基建的部分啊，是这个立专法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咱这个民进党这个部分，其实是透过这个两岸人民这个关系条例来做修法啦。是安怎要修法的？我想谈拄啊，文琪兄咧讲咧吼，民进党对咱即马建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阮介有信心。但是咧，咱对咱不友善的势力，要来破坏咱的民主，用咱的民主自由这个制度来破坏咱的民主自由，这点阮是介忧心啦吼。我想基本基础的事实拢伫遮啦吼，就是咱的习近平中共的习近平伫今年正月初2的。很严正的宣布，就是要1国2制嘛。啊，另外咱伫基层社会，大家接受的，就是讲，你用公庙来促进这个交流，但是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寡无好的讯息来渗透？啊，另外就是咱的媒体、咱的社群网站，是不是一寡咧带风向、一寡不实的讯息，来影响了咱社会，即马台湾社会看法，这拢是咱烦恼的所在。所以咧，民进党介清楚的态度，就是讲，咱袂使用准，就是要来破坏咱的国家的安全。啊，目前阮坚定的2个目标，就是讲，咱袂使有即个中共的代理人伫咱台湾来活动。啊，当然。第2个目的就是讲，你袂使来危害阮的国家安全，所以阮这个手法就是利用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内底，阮来先来制定，就是讲，第一，咱就是要维护咱的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所以咱反对任何的这个势力啊，透过伫台湾人民，还是法人，还是机关来做因的代理人，来破坏咱的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立法目的是伫遮，所以咱立法的方向嘛是限制伫遮，就是你袂使来破坏咱的国家安全甲咱社会安定。啊，另外就是伊明白来。这个规定就是讲，虾米会咱认定讲你袂使做，咱来清楚表列，就无即个文琪兄谈愈啊讲的，虾米扩张即个部分吼，咱该清楚正面表列讲，虾米会袂使做，这为要破坏咱国家安全的政治宣传袂使做，要破坏咱国家安全的即个会议，你袂使参加，你袂使去发表共同的声明，哦，这该明确。啊，另外就是咱有一个会使即个为何？
达到这个手段甲目的这个比例原则，阮有一个行政的手段，就是讲你的主管机关，你会使邀请来，伊来先来说明，啊，嘛会使请伊来摕这个账簿甲簿册来说明，这是一个清楚的调查，互咱先一步的调查，咱袂讲规个就讲啥物货是安怎，啥物货就袂使做，啥物货就破害国家安全，咱嘛是爱有事实有证据，所以咱互主管机关伫咱的立法目的中，你袂使来危害国家安全这个立法目的上，咱的手段采取一定的比例原则，你爱来先说明，你爱先会使摕簿册来说明，啊，我相信你这个手段甲目的。这个中间内底符合比例原则，民进党绝对是介慎重来处理这件代志。啊，当然台商因关心的，我相信阮党团的这干部嘛，拢介清楚的回应，啊，海基会嘛介清楚的回应，绝对请袂去当着台商因这个商业的行为，这咱是乐见的。啊，但是就是讲。这摆的修法，咱嘛必须清楚画一个界限，清楚来甲大家讲，咱这个立法的目的就是袂使危害国家安全。我想这嘛是全部的台湾人民上重要一个主张，嘛是台湾即马面对一个上界重要的任务。是，咱做回来看讲哦，这回民进党团哦所提出的这个修正、这个草案这个部分，然后那有经历着这个伊的修法的这个目的，甲这个内容，甲要花偌济钱啦吼。啊，其实修法的这个目的，头拄啊，这个咱的村民立委嘛讲着啦吼，其实就是年初的时阵，习近平讲着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台湾方案。这个看到即马香港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香港嘛有真侪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问题啦吼，咱继续会使透过香港的例来看这个部分。咱先来看修法，民进党所提出的这部分是什么？第二点上重要就是讲吼，中国透过这个代理人伫台湾活动啦吼，欠缺所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上重要是啥？有这个危害到国家安全、政治宣传，就咧政治宣传这个部分啦吼，啊参加到去。在中国这个部分内，有去参加着这个军事行政、有政治性这个会议，啊花偌济1万加50万这个款吼。咱有这个民进党这个部分，咱继续来先看到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部分啦吼。时代力量提出的是一种转化的这个概念啦吼。其实伊所讲的就是对抗境外敌对势力要并吞啦吼，也是讲渗透干预啦吼，强化咱家己的民主宪政的这个秩序。定义是啥物呢？定义就是讲哦，甲咱这个国家啦吼，有个交战，也是这个武力相拄的这个部分。国家、政府也是团体，这个行为有啥物？同款嘛是讲到这个政治宣传这个部分。啊，然后伫台湾发展组织啊，也是招这个成员啊，其实拢是这个定义内容内底啊发偌济这部分，咱就先来请教这咱的这个党团的主任。好，我来甲大家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哦。其实时代力量这边吼，除了这个专法以外，其实阮有提一个叫做阮甲伊叫做民主防卫4部曲啦。所以除了一个全法以外，专法以外，其实第3个部分包括广电3法、国安法，啊个。两岸的人民的关系条例，拢有甲提入。因为为虾米安尼？因为阮嘛是烦恼讲吼，因为阮伫立法院这几年的经验吼，就是你一个专法足歹过，会拄到真大的一寡抗议啊，是讲一寡困难，尤其即马剩上尾一会期吼，用做偌济真正是无把握。啊，毋过阮对于去年差不多1、2、4了，阮就严重发现一个问题，讲咱咧处理这个问题，也是讲咱大概讲是一寡资讯战，安尼想实在是太简单咧想一件代志。啊，事实上，伫10几年以来，咱伫台湾的大个角落吼，就是讲。拄仔嘛有讲到，庙嘛好，文化嘛好，教育嘛好，大个部分其实拢一定渗透到咱的生活每一个部分哦。所以我希望讲会用为一个整体政府即摆的观念来思考哦。所以头拄仔咱胡大哥讲咱即讲啥物这是政府卖做这啊，我是人民，我是。在野党，我应该会使讲这个话吧？我在野党，我嘛毋是执政党嘛，我嘛毋是政府嘛，我应该是讲，这是咱。确实伫台湾来讲，咱足侪民众足烦恼的一件代志。所以你嘛看到这个问题。对，所以为虾米咱会用讲这件代志，会用讲得到足大的反应嘛？这个问题吼。啊，时代力量的版本内底有几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讲，阮希望讲甲咱的到底虾米叫做渗透干预，就是为着咱拄仔烦恼讲有一寡台商啊，是讲咱也是正正当当做生意的人，啊烦恼讲我是毋是只要去中国做生意，我就互感觉有问题？其实毋是安尼哦，我
爱讲真讲正讲，就算是民进党的版本，伊嘛是讲爱签迄款协议有问题迄款的，较算咱的对象。啊，伫阮遮我就希望讲较清楚的，因为你若讲较清楚，咱要去处理的时阵，咱就袂互感觉讲，咱敢若是一个敢若足大的一个标签，啊打起都有代志。所以阮这边包括讲，阮来讲，也是你做政治宣传，拄仔有讲，啊，搁组织的部分，啊，这其实白人家己拢跳出来讲，我就是咧发展组织啦，看你要摕我安怎。啊，即马重点就是咱敢有啥物法会使出来讲摕伊安怎，这是一部分咯。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咱嘛来规定讲，也是甲宣传的部分，你若讲候选人政党，也是讲公道者吼，咱先看哦，无一定是讲用买的哦，是讲你家己吼，毋知基于啥物动机无偿啊个不对等的即款对价关系吼，去。一直宣传，啊，这咱也毋知影讲有一个特定的电视台，大家拢看到，敢若咧宣传，搭一个人，甲全台湾都有即个人咧存在安尼吼，啊，这嘛是咱会用处理的哦。第三个咱会用处理的，就是其实真重要，是国外拢有在处理的，就是关于一寡敏感科技的部分。你看，这毋是咱台湾，敢若讲咱台湾人特别紧张哦，像包括日本、美国也是德国，因拢已经有正式的法律来处理这件代志。所以讲，咱毋是一个啥物，敢若讲为凭空去掠出来的一个即款的感觉，而是讲，拄啊胡大哥嘛讲，敢若游说法、什物选罢法拢有吼。其实阮去看根本就无，伊有暗个无清楚，伊对象无清楚，伊安怎处理无清楚，直接安尼无清楚的状况底下，你要去处理游说法还是选罢法，遮困难的情况之下。不如讲，咱就用这个方式来好好处理。啊，我嘛表示讲，咱民进党这边是咧烦恼讲时间有限啦，啊，代志真赶紧，啊，所以讲希望讲，因为咱后会期啊，搁有总咨询遐院会时间会卡住吼。啊，毋过嘛希望讲，包括我嘛欢迎民间的版本能进入来，大家能做伙讨论。那因为讲，嘛搁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啦，因为阮两个版本拢伫内政委员会啦，嘿，阮就是直接提内政委员会。啊，因为我也未看过民间的版本，敢若一直咧修嘛吼，也未确定。啊，毋过我听到的是讲，敢若是要放伫迄个法务部，安尼就会去司法委员会，咱就无法度做伙审嘛吼，这是很时尚的困难。所以这个很时尚的困难。啊，我感觉这个部分就大家可能爱讨论一下，讨论看要安怎处理，会用讲，互这个法案啊，阮时代力量这边嘛共款，所有的条文都会使修。重点是讲，咱不管是像这种，咱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袂使受到威胁。是，咱先吼，这个温习搁1分钟啦，啊，咱等搁请教这个这个基金这部分。我讲对规个角度来看啦，我讲莫搁请鬼摕药单啦。我睇伊咧讲，我就讲，即摆你看到我台一人讲的，不管对现有的国安法的修法，最近他修过的，还有游说法、刑法109台132条，其实规定了足清楚的。各位，你若是真正有兴趣，你好好去研究，绝对是我讲的安尼。过来，我要讲的就是讲，你看到讲民进党即马咧处理的遮，我讲除非咱即马郑南榕先生真正爱考出来啊，啊无对咱进前讲惩治叛乱条例、减速匪谍条例跟刑法100条，到底咱台湾即马是到底是咧务啥？我头一定讲过，你要对家己的有信心，你是要安怎做？过来，我就爱讲，揣模读去较接兄去。我讲你若要学，你就好啊学到底。你莫拢学半套，拢做半套，到尾摕出来拢扣你要爱，甲人别国的美国、澳洲，还是讲啥物人咧做的，其实毋是安尼。过来，我搁要讲一件代志，就讲你即马咧看，我讲，互我哋小可了解，动车，咱即马咧看讲麦卡锡主义，咱即来讲是不是限制？我甲这句话小可了解，他们当时候的一个参议员。叫做应该是 Margaret Smith 的小姐讲了一个良心宣言，伊讲即马上大声画美国主义的遐个人，就是上经常就定定咧侮人格谋杀、破坏美国主义基本原则的遐个人。共和党若是要赢到胜利，绝对袂使挖靠惊吓、无知、偏执，甲所谓的无赖，或者影响胜利。到尾你敢知影？后来谁去反驳麦卡锡？先不管艾森豪总统跟杜鲁门，他们在那门卡的两个查甫人无啥小路用。我要讲的是讲 CBS 的主播莫洛，伊讲的一句话，大家听看卖哦。伊讲咱绝对袂使回袂清楚，就是讲意义甲不中。要爱定爱会记一件代志，指控毋是证明，定罪应该爱挖靠证据甲正当的法律的程序。你若是好好啊去了解，即马人大家咧讲的代志，我讲民进党即马咧处理这个代志，我都已经讲过，伊即马全面执政，全面过半，伊爱顾是顾佛祖，爱顾北岛，即马
各位，你今仔看到桃园有400个什么电影公司，即马咧解散啦，即马你搁咧补价，而且大家想看一件代志足趣味的，台商今仔咱的毁命朱林讲的，你记别看，咱常常讲商人无祖国，啊商人都不会卖国吗？各位因家己的亲戚朋友50拢伫大陆，你即马讲台商。这个东西画在外面，你袂感觉民进党政府到底是咧污啥？所以我讲，因怎啊咧污即出的啦？我大家报告，迄拢污假。你若是真正要做，你就好好做，你莫做半套。啊，无我甲你讲，即马就上新的消息，今仔下晡，美国讲伫白宫的网页，网络讲要买下咱台湾，咱的蔡英文总统爱讲啊，咱是中华民国呢，什么你要甲我买过来？你先表态啊，你要表示意见啊。所以我讲，咱今仔讨论讲哦，足惊阿强啊迄边过来，但是拜托诶。几年啊，倒一天阿强嘛，无想要甲咱食掉，是靠咱家己到底体质有好无？咱有法度甲经济发起来，发展有好无？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是，不过咱讲到来吼，就是讲这回伫咧7月的时阵，中国有这个国防白皮书嘛吼，啊，佮有这个因佮有足侪这个大外宣也好啦，佮是渗透过咱头讲的强庙也好，真侪种方法啦。啊，咱有咧讲啦，咱要学啥物？学人较好的所在。有的人讲。透过这个代理人的这个登记法，有当时啊，唔是讲涉到这个国家安全，有当时啊是要接漏伊的这个后壁这个资金，到底国家安全有涉到无？咱无要紧，但是你若有去登记，你若有去按这个照规矩来做揭露，这一定是无问题嘛。所以你若是讲，你真正惊，你就是莫去绑到这个政治宣传的这个部分，无你就是真有本嘛，对无？咱继续来先到这个主任来回应。我先回应头拄仔文市长讲的吼，第一，国民党上无资格讲麦卡锡主义啦，因为当初若是无麦卡锡主义，国民党袂伫台湾遐尼严重的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是咧学即个麦卡锡主义。啊，若主讲无迄阵的美国美元，国民党即马就倒了。啊，第二点，国民党是全台湾上届无资格讲内容的人，上届无资格讲内容的一个组织。啊，即个内容迄阵所拄着的，拢是无公平的司法的审判。啊，伊拄着的是军法的审判，有可能伊互掠走以后，会拄着私刑，什么款的代志。但是即马是民主的时代，即马是民主化的时代。但即马你若准讲伫司法上拄着无公平的对待，你会当去申请着即个。司法救济的部分，司法救济的部分。你看嘛，即马为啥台湾人民对咱小英总统的这个施改成绩单最不满意？你就爱知伊到底咧污啥？是咱来先看到基进者啦吼，境外势力代理人的这个登记法，其实恁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代理人，敢若指着中国，应该无吧？无，之所以会写做是境外势力代理人，是因为讲无法度直接讲是中国代理人，因为咱知影讲。即马几个全球化的世代吼，咱一个国家想要去参透另外一个国家，无一定是直接去做渗透，有可能是透过第三方的国家。所以讲，时代力量的版本有一个问题，讲因的对象范围是写做境外敌对势力。是。但是咱即马法律内底境外敌对势力，敢若是规范着中国。澳门加香港，迄是无伊有个法案，有2个法案，阮全部台湾，毋是阮无改，台湾规个法案内底，这是旧的名，毋是阮发明的名。伫民进党就是讲，咱现有的法规内底是的确都用中国、因无用中国，用大陆地区，大陆地区港澳啦，拢是用这款。啊，阮用的其实是。定义足清楚，是讲咱有交战，还是讲武力对峙，国家以外政府啊，佮团体拢有。这就是阮要处理的。这就是要去想清楚的部分，因为咱知影讲中国有可能透过第三方的国家去影响到台湾。你去看美国的法律的网站顶，你去看讲美国设做这个外国代理人的人，足侪国家拢毋是俄罗斯，也是讲。中国有可能是第三个国家，这个是东欧，这是东欧，也阁是迄个中南美洲，所以讲这点是非常爱去参详的。是，咱就是来看讲嘿。啊，毋过伊的资金来源也是找伊到位，伊透过新加坡也好，啊讲透过第三国啊、第三地来讲，这个嘛是咱，毋过这就是真正爱处理的问题啊。真好找，但是爱来处理啦吼。咱来看讲。
基金啊吼，这回这个草案这个内容的目的甲这个特色是啥物啦吼？头段嘛有讲到，这个 hybrid world 就是这个资讯战、心理战啊吼，也是假新闻，拢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到咱可能台湾的这个媒体也好，咱头段嘛讲到这个组织也好啦。啊，恁的特色就是讲第三点，毋能干那规范着中国。拢是这个所有这个境外势力的这个代理人，然后因为中国以外，咱头段嘛讨论过，就是有其他这个国家会用透过第三方的这个方式来甲咱做这个影响，所以这是恁上大无共款的这个部分吧？无第二个无共款是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就是咱头讨论过这个因伫内政，啊，恁伫咧管伫设置的法务部、行政院下骹的法务部，是。啊，这其实是一个较有路的一个想法。安怎讲？因为其实时代力量迄边的版本是设置主管机关是设置国安会、总统府下骹国安局，不是会国安局，国安会下骹的国安局嘛。袂使，嘛袂使。无来用主管局是用总统府来，对，总统府对。无咱先请这个立委来补充一下。好，感谢哈，我来说明一下，即摆就是因为民进党的版本是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伊的法案的主管机关是伫陆委会，啊，陆委会里咱立法院的委员会是内政委员会咧审，啊，咱时代力量的版本，伊的主管机关是国安局，啊，但是咱即摆已经院会一读的天数嘛是交付吼，这个内政部吼内政委员会。啊，谈到咱基进党在要甲几个关心的委员来提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因目前知影的这个版本，伊的主管机关是下伫法务部，啊，了法务部就是阮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咧审，啊，这拢袂要紧吼。其实到时阵如果有必要的，这三个版本要同齐来审，咱嘛是会使来开这个联席委员会啦吼。这技术上的问题会使来解决。但即摆就是讲，可能就是离民进党的即个版本，咱重视的即个立法目的，啊，甲咱即个制度、即个规范，甲咱两个即个在野党的即个朋友因提的即个法案，可能方向较无相像。阮是伫遮限制讲，就是当然阮无成立讲有中共代理人，你会使谈台湾嘛吼？啊，另外就是咱目前看到的问题，咱民意。反映回来就是讲，咱无办法接受讲一个政党啊，伊接受到即个中共的资金啊，来发展伊的组织，啊，发展伊的组织来做遮不法的行为。啊，你也讲拍人，这拍人咱会使处理，啊，但是伊也透过一寡无实在的新闻，还是讲一寡渗透，这咱就无办法讲用咱即卖的法案，用咱即卖的条文来处理。所以咱即卖就是要规范的，要去甲伊限制，就是讲你袂使有中共的资金。我想这是更明确立法的一个限制啦，吼。啊，因为就是啥咱要限制，因为一定是牵涉到咱的国家的安全啦，吼。所以这个民进党这个版本介明显的，就是限制离家，咱就是这个框，咱要去处理的，就是离家，因为这嘛是基层的声音，咱无办法目睭见面讲，啊，伊受到中共的这个资金的赞助，啊，伫咱台湾要做啥就做啥，胡作非为，这是咱人民无办法接受的底线。是。啊，两个版本，这两个伊个有党的版本，因的方向应该较大，因要甲一寡境外势力啊，要对咱台湾有派伊这境外势力规范进去啊，因要强调的就是讲，你要先去登记，你要透明，阮较有办法监督。啊，这个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只是讲这三个版本，大个重要，拢嘛是要维护着咱台湾的国家安全，这个方向是无唔对的。啊，到时阵谈立法院，咱要安怎讨论？啊，是毋是会使甲大家希望的这个立法目的？还是大家希望，即摆台湾上需要这下入去，我想这是大家使共同来努力的啦。啊嘛，希望讲国民党嘛伫遐冷眼旁观啊，啊讲一寡较甲咱消遣的话吼，这是对台湾社会是无帮助的啦。咱来继续讨论的，就是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啦。伫咧头拄仔咱嘛讲到，伊是 FARA 嘛 ，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ct。伫咧1938年的时阵，美国国会伊其实就对着这个纳粹来做宣传的时阵，伊就用着政治也是准政治这个身份哦，代表外国利益这代理人，爱向因的这个司法部来做登记，每6个月爱申报一届。交代你这活动，甲你的资金，甲这个国外这个关系是啥物？啊，咱看到伫较近的吼，2018年美国司法部
伊下令哦，中国2大间的这个官方媒体伫咧美国的分部，第一就是新华社 Washington 的这个分社，有CCTV 伊海外平台哦，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做外国代理人。吼，这2019年4月时阵，美国这个公民林英向这联邦法庭认罪啦吼，伊讲伊承认伊伫咧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任职这个期间，按照中国官员指示，这个做代志啦、办代志啦，这个嘛是违反着这个外国代理人这个登记法，所以安尼看起来，唔那干那媒体哦，所以你若是对，你看伊做这个中国这个国际航空公司，伊个交代这个情报也好。这个收的拢收予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这嘛是互美国认为着这个违反着这个 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ct， 所以你若是有登记，其实拢无这个代志啦吼。其实你就是一切透明啊，但是这是咱头拄讲的上尾这个其实已经是违反啦吼。对，咱继续来请教，就是讲时代力量这个看法啦吼，就是讲咱照着这个美国 FARA 安尼来看起来，其实咱会使安怎来对？其实咱应该安尼讲吼，咱有几点爱处理，有的是商业行为，看起来是讲外表包的看起来是商业，啊，毋过内底其实还是有一个统战目标啦吼。啊，这款代志是阮要处理的部分。那咱当然有一个怀疑讲啊，我若要做歹的人，我哪有可能搁去甲你登记这买代对无？啊，毋过你反过来想，你就知影讲，咱会用去看讲，伊也是有登记的话，这个公司也是讲这个组织，也是讲个人，也是来讲的话，咱团体，咱就知因有可信度。嘿，你就自己去揭露这个代志嘛。嘿，无登记的靠，你就心虚也是安怎？啊，你有登记，这个是你咧保障你家己。啊，阮也是作为讲台湾的政府嘛好，也是讲台湾的人民也好。啊，咱要比如讲咱要采买，因为咱最近足侪迄监视器拢结果查出来拢是中国迄边的。啊，嘿啊，包括阮高雄议会嘛是啊，真侪所在嘛是啊，国防部嘛有一寡采购拢是安尼危险的哦。所以阮就感觉，阮就是讲，你也证明去看这个代志，其实它是一个护身符。就是讲对阮来讲，我感觉讲这个登记，这个做法是互家己一个护身符，敢若讲咱去搭一个政治标记，讲啊我无问题，我无问题。啊，也是讲。啊，佫有另外第二个效果是啥？第二个效果是有时啊是迄个负责人家己个人的问题，就讲迄个负责人可能家己较含中国的关系较好，啊，为即摕一寡啥物款的钱，啊，毋过因当事也是啥，可能无一定是遐哩了解的即款情形，所以讲公司内部嘛，变成讲伊也去揭露讲伊家己公司的即个运作来讲，是毋是大家人的想法是共款的啊？用这个方式的话，伊迄当时对也是有问题，伊买使换掉，等于讲再做一个代谢啦，所以是一个很正面的方向去看这个整个立法，而不是一个很限制性的哦。啊，我嘛爱讲，我拄仔一直强调讲，我是甲规个当做一个政府在看，所以讲我为虾米放伫国安局啊嘛有真侪朋友有批评，啊我嘛爱解说一下吼。第一个，阮是感觉讲，他一定要有国会监督啦，因为大家拢烦恼讲政府是向者对变款，就是讲这个政府做是一个款，另外一个政府做搁另外一个款，所以讲咱一直讲是行政和立法两边一定要权衡，安尼才会使。所以讲，阮感觉爱有国会监督啊。第二个需要是讲，伊爱有横向指挥，会用讲纵向规个掌握这个能力吼。啊，就是这个能力的话，也是讲法务部你即个哪里放伫遐，啊，你讲你要去叫啥物？经济部甲你插入一个，还是讲你要去叫啥物其他部会？我看拢。就我们经验上很困难啦。其实阮想要做的是一个独立委员会，啊，不过即摆伫台湾，政府内底要搁放一个独立委员会，迄难度实在是足悬的。所以我就希望讲，国安局其实本来就会做这件代志，啊，不过伊搁受国会监督，所以阮考虑真久，阮嘛捌考虑过法务部的，因为调查局冇这个能力啦，嘿。啊，问题是讲，伊就必须讲较片段，啊，无法度去像讲经济行为迄边商业司，迄无法度查，啊，其他所在嘛无法度查，所以阮也感觉讲，哦，无啊，就放咱国安局这边，至少伊嘛算讲是一个总统的幕僚单位，是一个国安层级，是一个国家的层级，毋是讲一个内政的部分安尼尔，这是阮的考虑。啊，毋过我嘛无坚持讲一定爱安尼行，啊，毋过这个考虑一定要互大家了解。是，咱头拄讨论到这个三个党团的这部分啊，主任再有补充吗？阮其实放伫法务部有一个重点是讲，因为美国嘛是有分，伊对国家安全嘛有分，是对外还是对内？是。啊，对内的部分其实就是用司法部去处理的。因感觉讲 ，FARA 所爱处理的这个外国代理人，其实拢是伫美国
境内在活动这个人，所以讲应该是对内的这个部门爱去处理。所以讲因放伫这个司法部。啊，若总讲是今仔日台湾要杀这个法案，阮嘛是感觉讲主管机关设伫这个法务部，安尼较是一个较适合的一个单位。是，所以这3个版本也佫会使沟通一下吼，讨论一下吼。咱先来看讲，为什么还佫有人就是质疑，还是讲有这个疑虑啦吼？咱看讲有质疑的这个部分是啥？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啦吼，陈以明啊、陈以明伊有讲过，大陆人伫咧求学的时阵，拢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青年团，敢讲民进党爱禁止全台湾的人民甲中国人来交往吗？啊，咱看到这个中国国台办主任刘吉义是安怎讲？伊讲民进党政府这个手法是阻止着台湾同胞正常的这个交流，阻止这个广大这个台湾青年来中国来做生意啊，还是讲追求伊这个梦想啊。其实咱要搁问倒来，就是咱头拄讲遮济啊，政治宣传是一个目的啦吼。啊，头拄只你若是拢无遮的这个伊所疑虑这部分，其实是无这个问题嘛，对。咱继续要来看讲，有啥物才是这个问题？就是讲进前咱拢知影有23条这个新闻网站吼，规个拢是有这个新闻媒体拢报同款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啊，都有人质疑啊，这个后壁这个背后这个资金到底来源是啥物？所以这个中国代理人这个部分，其实讨论得真快、真广啦吼。啊，咱会使讨论到这个媒体部分，嘛会使讨论到这个个人的部分。咱来做一看讲，这条新闻是在讲什么？伫咧中国国台办的管区内底，有一个叫做“中国台湾网”的网站，进前有一篇批评台湾政府的文章，说互台湾23间网络媒体规篇来转发，针对这个，互人怀疑讲是中国伫咧影响国家内政的行为。政府其实拢看伫眼内。这些网络媒体的经营者，是不是有跟中国大陆方面有进行主观上的合作，或者客观上有没有分工协力的行为，来进行查处？对于国安单位可能的侦办动作，有学者认为，网络媒体敢若亲像互着红色心头的问题，侦办的时阵嘛特别盯紧，因为恐惊压迫着媒体甲言论的自由。我们对于这个可能涉及到不友善的国家或者敌对的势力，对于一个民主国家采取的一种媒体的攻势或者宣传战，的确是要小心，因为这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它跟一般民主国家里面不同的言论，如何展现它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两者是有差异的。媒体当然有新闻甲言论自由，也毋过若是背后有中国资金势力介入侵略了台湾，这都有中共代理人的疑虑。我们如果取得相关的资料，会提供侦办的单位来做参考。规范的对象主要是以受中共或委托之代理关系同时具有危害国家安全或主权的行为的人那么我们相信，在这个立法院审议的时候，会有充分的讨论，形成一个整体的政策方向跟共识。陆委会表示，立法院后一个会期会针对中共代理人来做审议。那照国安法的规定，民众袂当为中国做发起、出钱、发展组织的工课。那讲会去危害到国安，佫会当开发。同一个时阵嘛，正告北京当局，莫甲压迫媒体的手路用伫咧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甲中国交流，这咱一定拢无反对啦，对无？但是咱反对是啥物？可能有要入侵这个概念，时阵之外的时阵，这都是咱爱警戒这个部分。咱有经历到这个，敢若亲像这个中国代理人的这个案例啦，吼，咱有经历到4点。4点，第一点是啥物？调查局查出到这个周鸿旭啦，吼，伊这个星火梯计划利用这个行动这青年军王炳忠甲侯汉廷，因所成立的这个网络媒体廖源新闻网。甲这个新中华这个儿女学会有这个共谍这个组织啦吼，这个半岛电视台伊嘛派这个记者去做这个卧底啦吼，因有发现到这个爱国同心会这个领袖张秀华，伊就甲你讲，伊有接受到中国的这个资金来做这个政治的这个运动。咱进前嘛有看到这个汪洋，因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媒体高峰会的时阵，伊讲这个是爱实行1国2制和平统一这个部分啦，这个。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白狼总裁，伊嘛是讲，伊就是伫咧台湾咧母这个组织的这个部分。咱先来请教这个主任啦吼，是，就是咱讲的这个例，其实咱拢是烦恼，就是中国这个资金。伊若是安尼，家己有去揭露，因就无问题啊吗？无，这是咱应该讲算2种啦。第一种是讲咱这个法案。
过了通过了几个月以来，吼，这咱用个讨论。啊，阮即马目前可能讲，也是讲半年以来，你就来登记。啊，登记的话，咱那个就开始来处理讲，你程度是安怎？算是讲有点自白免责，就是讲会用降低。啊，毋过第二部分是讲，本来吼，你也是无揭露的话，本来有别的法，像讲拄仔嘛有讲到，像讲一定违反国安法，是讲刑法的部分的话，伊爱加重。必须讲爱加重，毋若是讲即个部分爱处理。啊，为什么即个代志重要？就是讲咱先来整理一下，先整理一下，讲咱即马台湾到底什么情形？吼，咱即马大家拢有一寡足侪感觉，感觉讲什么媒体安怎，还是讲什么组织安怎？其实咱无一个真明确的掌握。啊，阮即马就是希望讲，咱会使互政府有即个工具，即个工具会使去做一件代志，就是讲全面的即个。一个规个图像是生啥物款？其实政府有这个责任，也是讲有这个必要，应该给它拼凑出来。所以阮大讲这吼，阮是咧替政府做代志，讲阮希望讲吼，这个政府规个我们称整体政府的概念里面，除了资讯战以外，除了跟假新闻以外，除了做讲干预选举以外，其实阮上烦恼的毋是讲这个选举是。对象有利也是无利吼，不利。但是阮足烦恼的是讲用这个方式去甲台湾上重要，跟中国会使拼的其实毋是经济的发展。咱台湾跟中国唯一吼会当拼的，就是咱的自由，就是咱的民主，就是咱这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咱也是讲，足侪国家民主的国家，拢一定对中国，你讲欧盟，你讲美国，你讲伊是一个真右派的国家，讲市场的国家，还是讲伊真正即马保守主义上升，安尼你唔免讲这，啊，毋过你讲欧盟咧，欧盟用济遮侪小的国家，规个议会都用去处理这个代志，我看袂出台湾为虾米无这个能力，也佮有这个必要去处理这个代志。是，咱来先看讲哦，咱。每一个国家拢有因即个主动着即个外国势力即个渗透即个相关即个法案吼。咱来看一下咱所经历的有美国、澳洲、即个欧盟，佮加拿大吼。美国部分咱头拄嘛有讲着，就是即个FARA 啦吼，外国代理人登记即个部分，伊就是要求外国势力你一定要登记了后，啊你要接受你的即个活动。啊，还有反宣传法啦吼，要求着成立跨部会即个全球作战中心来对抗假新闻，啊，还有成立即个广告法的即个草案。啊，澳洲是讲啥？澳洲嘛是共款用着反外国势力干预法啦吼。啊，因主要的部分就是讲，采取着即个外国人登记制度，嘛是爱接纳伊即个外来的即个势力到底是啥物？啊，伊佫讲着反间谍法啦吼。啊，后面的部分呢是外资爱来审查。加拿大伊部分是 C76这个竞选广告透明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选举要到啊，因为大家拢嘛真惊吓，讲中国的势力会透过亲像一亿二数的方式安尼有渗透入来咱台湾啊。咱先搁请到这个主任的部分。是，其实咱台湾即马要起做的，就是像外国的民主国家安尼就是要防止，还是要阻挡其他的国家对本国的干预。是。嘿，啊，咱即马即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其实是模仿着外国的民主国家用民主的方式去处理。为什么叫民主？因为伊基本精神就是讲爱公开透明。伊即个登记毋是讲你登记了，你就啥物代志拢会样做。是讲你爱去登记，你爱定期去揭露讲，可能你最近半档、最近一档以来，你接触到啥物款的人。外国的人，还是讲你接触到啥物外国的组织，去甲你指导，还是讲你收啥物款的钱，你这拢爱互所有的大众去知影，大家人才会当知影讲，哦，你即马伫台湾咧宣传，可能像旺集团，你即个中国时报内底的有关着中国还是两化的内容，这个内容内底，你到底是为着你家己的话，也是讲你背后有人叫你讲安尼款的话？是，所以认定的部分，咱先请教。咱的立委，我想啦吼，台湾是上民主、上自由的国家啦吼，这嘛是大家拼起来。所以，伫这个关键的时刻，咱嘛绝对袂使讲忍受讲用民主的方式，用咱所谓自由的方式来破坏咱的民主自由啦吼。啊，我相信咧，这个基进党甲咱时代力量的版本有因的考虑，啊，因一摆要用这个专法。要规范到搁较济的范围，啊，这阮乐观其成。
但是呢，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党，阮伫基层听的声音，就是大家质疑讲，伊看到公庙，大家就去佚佗，啊接受到因的赞助。啊，当然交流咱无反对，但是交流啊过头去。交流啊，讲伊去引起危害到咱的安全的话，这咱就爱做一个限制。啊，大家嘛看到讲电视台，某一个电视台就逐工就是咧报某一个人的新闻，啊嘛无针对讲嘛影响到规个一个社会这个讯息的这个判断啊吼。我想这大家拢目睭轻轻看会到介清楚的案例，所以伫这个时间点，伫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来就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做某部分的修正，啊，阮重点是伫讲，咱就是要防止国家咱的安全互破坏，但是咱嘛爱有属性，嘛是爱有证据，嘛是爱有连结，嘛是爱有因果关系。啊，如果你今仔互我查着讲，你就是有这个中共的资金来介入，啊，你的目的、你的手段、你的方法，就确实就是妨害着咱这安定，妨害着国家安全。当然，政府你爱去处理嘛。咱看到就是讲，你较早一寡中共的资金入来，他可能咧做媒体，可能咧做一寡代志，啊，这咱无办法去甲伊讲。但是即马伊即个势力已经慢慢的渗透，啊，到时阵伊也跨越迄个底线。看迄个标准讲已经危害到咱的国家安全，咱哪会使无处理？所以咱即个修法，即个重点，阮是甲就是先奉理者，就是讲，第一，咱无办法接受讲你是中共的即个代理人，那你即个资金你也牵涉到，会使证明到你有牵连，啊，你嘛无啥物话通讲，你就是为中共来嘛。啊，你做你的做法、你的手段、你的做的代志的行为，你也去妨害到咱社会安定，妨害到咱国家安全，咱嘛无需要客气啊。这是咧保护咱即马好不容易咱得到来这个民主自由，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大部分的基层拢会使认同。啊，民进党就是往这个方向。啊，只有这个时代力量甲基进党因提的版本。伊要搁讨论搁较多的内容，我相信后摆立法院开议了，咱搁有足侪时间会使好好来检讨甲讨论。是，文琪兄，你头先有讲到，简单来讲啦吼，我讲咱即摆看这个规个问题啦吼，我是爱呼吁咱这个少年啊啦，人要懂得感恩啦。国民党有较早有要求背骨的代志，做对不起台湾人民的代志，但伊好的所在，你爱去了解。评论才会公正。啊，过来我就讲，民进党即摆咧修法这个物件，为啥我讲常常讲，因拢是安尼很矛盾逻辑，就是讲你看，伊讲木马屠城，可是他要推陆客中转第三地来台，我跟你说，这拢是足奇怪的代志。伊即摆讲资金，我爱甲大家报告，即摆是地球村的时代，资金的来往，不管是透过第三地，透过什么交叉持股，这正常。重点是讲，伊这资金用伫倒一个所在，我感觉这是咱爱去注意的。啊，我头一定讲过啊，双子星案，咱的民进党政府是安怎处理？咱的毁命朱林讲，哇，这交国安局，各位啊，国安局最近的邱国正的伊底下迄个林国清啊，甲豪小甲欺骗，伊连查都查袂出来啊！你搁交互这个国安局，我今仔讲，咱咧看这所有的代志，民进党有一个上害一个所在是安怎？讲到专本机做无一通时，今仔咱恁讲的，咱讲这4个案例，新火梯，各位会记得无？咱9合1选举的调查局还是国安局讲，为怀疑有红媒，我讲你若真正爱台湾，你真正有才调，你有本领，你就甲这人掠出来，你莫逐工就甲咱讲，哦，咱怀疑吼，伊迄拢安怎？各位好朋友，你若去看新火梯，即马这个时代，这个学生，这个周侯训的骹手。伊的迄个本领就是安尼。我甲你讲啊，今仔若要做一个所谓的间谍，无人遮尔啊，没有人这么 low 啦。所以我讲，你今仔来看所有的代志，这个法律重点伫倒位？我们希望它能够非常的明确。无要紧，你要甲这个共谍抓出来，我感觉对咱中华民国无好，我拢赞成。但是你的手路，你爱真的很精准的掌握。你讲什么叫政治宣传？以阿强啊，这个国家。我坦白讲，倒一个甲共产党无关系。我跟你讲，全部拢有关系。我头一能讲过啊，学生哪有问题，台商怎么会没问题？所以你就要看民进党来规划不？好像我已经要就怕变为着台湾，但是什么人互咱台湾断交5国，互咱的经济即马愈来愈歹。是，但是咱来讲咱的中共代理人啊吼，咱要关注的就是讲，因为中共嘛是实际上吼，对咱做这个，咱头拄讲到中国这个国防批输的这个部分，文攻武吓啦吼，啊，佫有讲到什么？讲到要甲咱当这个观光客这个部分，啊，才有这个第三转这个部分，但是先当到这个两岸这个人民交流，咱先爱认捌清楚啦吼。继续上尾咱请大家30秒简单来做一个结尾一下。
好，头拄迄个就是嘛是回应文市兄啦，就是咱定遮侪个外交国，其实拢是中共在补的，毋是台湾。台湾是爱守护咱的民主，守护咱的主权的独立，但是中国对台湾就是有一个敌意，所以讲你袂当来就是有条例搭有无，就是咱台湾人爱团结面对着中国。中国是敌国啊。是，咱应该邀请到立委啦吼，面对着这个中国代理这部分啊，中国势力，毋是这个台湾家己要断这个两岸这个关系啦吼，已经咱头拄冇讲到，中国的势力已经是影响到台湾啊。我相信李小英执政以后，吼，伊其实嘛是拢也维持现状嘛，是希望讲两岸咱会使和善的交流啦，吼。啊，但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习近平是无认同的，所以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方法来做一寡无同的，互咱互台湾无介好过啦，吼。啊，即马来这2年，我相信你大家拢民众、咱朋友内底、观众朋友，大家拢目睭紧紧看着讲，咱这个假讯息、假消息，啊，搁这个媒体因的运作，大家会惊吓。其实今仔日推这个法是为基层的声音，阮着基层咧走，因讲啊，哪会使互遐个人安尼处理，啊，媒体哪逐工拢安尼报？其实阮着听着民众的声音，所以要谈遮咱做一个手段甲目的内底会使平衡，会使有一个符合比例，爱做一个某限度的限制。我相信。